今日咧，我想講一個主題，一個你從來冇認真諗過嘅療癒出口——香氣。成日有人問我，你講嘅香薰精油係咪就係街上買嗰啲一樽樽香香地嗰啲啊？一般喺街上賣嗰啲通常叫做香精油，即係喺化學實驗室合成出嚟嘅。佢哋並唔係真正嘅植物提煉出嚟。而我所講嘅真正香薰精油呢，係用植物嘅花、葉、果皮、樹根、樹皮，甚至樹枝唔同嘅部位，經過精密嘅方法提煉出嚟嘅。你哋可以諗一諗，幾千公斤嘅植物先至提煉到幾百毫升嘅精油。每一樽精油咧都會清晰標明咗嗰種植物嘅拉丁學名、提煉方法、產地同埋批次，確保咧精油係純正同埋有品質嘅。呢啲咧先係真正嘅香薰精油。佢哋咧唔單止香咁簡單，佢哋仲可以咧深入我哋嘅身體結構，幫我哋調節咧神經節奏啦，甚至乎直接觸碰我哋嘅情緒同埋心靈狀態。其實佢哋係神所創造出嚟嘅植物，用嚟療癒同埋重建我哋呢個人嘅媒介，同喺我哋街上買嗰啲刺激我哋感官嘅人工香油係唔同㗎。真正嘅精油咧，含有活性植物化學分子，佢哋會根據每一個人唔同嘅身心狀態，發揮咧獨特嘅功效。你可能唔知道喎，其實聖經入面咧，經常都會提到好多關於香膏啊、膏油啊、芳香植物啊，例如乳香啦、沒藥啦、沉香啦、安息香啦、雪松啦、檀香啦、絲柏啦、牛膝草等等。只要你讀過聖經，你都會聽過呢啲精油嘅名。而呢啲咧，絕對唔係香噴噴咁簡單喎。香氣喺聖經中係神送俾人一份好特別嘅禮物，佢有好多唔同象徵嘅意義，亦都有唔同嘅功能，完完全全反映咗咧神對人嘅細膩有溫柔嘅心。咁而家咧，我哋一齊睇下聖經中嘅香薰料有咩作用啦，同埋香氣喺聖經中嘅奧秘又係點嘅呢？喺舊約入邊，膏油咧並唔係用嚟美容嘅，佢係用嚟咧膏立祭司啦、先知同君王，代表咧佢哋已經被神揀選咗，而且分別為聖，亦都咧象徵住聖靈嘅同在。大家記唔記得大衛咧俾撒母耳膏立之後，聖靈就大大咁感動佢啊？所以咧，膏油咧唔單止係一種儀式，佢更加係神親手開始喺我哋生命中工作嘅一個記號啊！有一次，當耶穌將近釘十字架嘅時候，一個婦人拎住一瓶極昂貴嘅香膏帶到耶穌面前。呢位婦人咧好勇敢啊，咁樣將呢瓶咧香膏嘅玉瓶打爛咗，然之後咧將所有嘅香膏咧倒晒喺耶穌嘅頭上。耶穌冇阻止佢嘅動作，反而話呢個女人係為我安葬做準備嘅。佢嘅舉動就好似呢個婦人瑪利亞親口同主講：主啊，
我將我個愛全然傾倒，使你得到最大嘅尊榮。香氣原來係向神表達愛。喺聖經中特別強調香氣其中一種意義，佢唔單止係香味，佢更加係聖徒嘅祈禱。你嘅所有祈禱可以直接升華到神面前。好多時候你可能冇辦法將你心裏邊所想嘅、所感受嘅完完全全用口講出嚟，但係神會感受到你靈魂深處散發出嚟嘅香氣，而且咧佢會親自回應你嘅。除咗靈性嘅用處，以前嘅香科植物都係非常實用嘅治療工具嚟㗎。佢哋可以用嚟止痛啦、消炎啦、防腐啦，仲可以潔淨身體，幫你瞓得好啲，安撫你情緒添。原來咧，神早已經知道我哋嘅身體、精神、心靈三方面有好大需要，所以佢一早已經為我哋預備好晒呢啲天然嘅資源。你又知唔知道咧？香氣係直通你靈魂嘅科學密碼呢？咁點解神會選擇用香氣呢？點解唔係聲音，唔係圖像，偏偏係香味呢？因為咧，喺神經科學入邊，嗅覺係唯一可以直接通入我哋大腦中樞邊緣系統嘅感官嘅。呢個系統咧係掌管住我哋嘅情緒啦、記憶啦同埋學習。所以有時我哋聞到某種嘅香味，就會突然勾起一啲情景、某種嘅感覺同埋回憶，甚至乎我哋靈魂深處嘅記憶都會被觸發出嚟。過往有啲壓抑咗嘅情緒，又會漸漸浮現出嚟嘅。曾經有一次咧，我幫一個客人按摩嘅時候，我隻手感受到佢肌肉傳遞俾我信息，壓力非常大。於是我就用咗橙花精油去幫佢按摩頭同埋頸。點知咧，喺我幫佢按摩頭嘅時候，佢突然間喊咗出嚟喎。原來佢諗起咗一件咧，佢已經遺忘咗嘅往事。佢話咧，佢曾經做咗一件咧好對唔住爸爸嘅事。橙花精油咧係一種含有沉香醇、醋酸沉香脂、橙花醇嘅芳香成分植物精油嚟嘅。佢咧能夠咧鎮靜神經，引導人嘅內心釋放情緒，走出抑鬱。呢個故事咧好清晰咁話俾我知咧，喺神心裏邊，佢好想我哋嘅內心係得到醫治嘅，情緒能夠被釋放出嚟。香氣咧，除咗有正面好處之外咧，其實仲有俾人利用嘅反面壞處嘅。有啲咧行偏門嘅人咧，佢哋會使用一啲特殊嘅香味喺自己身上嘅，尤其是係一啲人際圈啊、情場上係一種手段嚟嘅。嗰啲香味咧一啲都唔似市面上嘅香水，甚至乎唔會停留好耐嘅，但係你行埋身邊就會聞到嘅。通常咧，呢啲人咧會用植物精油咧做基底，然之後再用化學嘅方法嚟改動香味，去幫助咧植物嘅香味提升起嚟嘅。佢哋咁樣做嘅目的並唔係美化自己，而係想令人放鬆，容易接近佢哋，或者對佢哋產生好奇心，令人嘅意識喺不知不覺間咧被佢哋影響嘅。所以咧，
從神嚟嘅香氣係祝福。同樣，香氣俾唔好嘅人利用呢，就係一種咒詛喎。千祈唔好咧睇小咧植物精油咧對腦神經系統嘅影響力啊！仲有香氣亦都可以將我哋內心重新啟動嘅。芳香化學嘅研究發現，植物精油入邊嘅活性分子係可以刺激我哋嘅神經系統，產生快樂荷爾蒙，能夠幫助我哋咧抗抑鬱啦、減壓啦、改善睡眠啦、穩定情緒。如果我哋咧用精油配方去按摩我哋腹部咧，唔單止可以改善快樂荷爾蒙嘅血清素啦、多巴胺嘅產生，仲可以改善埋我哋嘅腸道健康添。同時咧，要將香味嘅功效發揮到最大化，就一定要配合深層呼吸。咁樣，我哋嘅交感神經過度緊張嘅時候，就可以迅速切換成副交感神經嘅修復模式，等我哋可以真正放鬆落嚟。可以咁講啦，香氣就係神設計俾我哋一個 reset 掣。咁香氣係咪真係咁神奇，可以完全扭轉一個人呢？答案係並唔係咁簡單。香氣其實係神送俾我哋一份重建生命嘅邀請。當你而家咧正處於高壓狀態啊，覺得好攰啊，思緒好混亂嘅時候，呢個唔係因為你唔努力喎，而係你內心其實已經超負荷咗啦。呢個時候，香氣唔單止係放鬆嘅，佢可以令你停落嚟沉澱下，思考你嘅人生需要啲乜嘢，係一份嚟自神溫柔嘅呼喚。就好似神對你話：等我拖住你嘅手，陪你面對創傷，等我一步一步陪你重建生命。我想提醒你，無論你嘅過去係點樣，你永遠都係我心所愛嘅。就係咁樣啦，只要你咧願意打開你嘅心，香氣咧就會溫柔咁直視你內心嘅傷痕，而且一步一步由神親自為你拆解、修復，再重建你內心整個人。呢個絕對唔係你嘅心理安慰嚟㗎，而係咧神透過香氣親自引導你進入一個真正嘅療癒同埋復興嘅旅程。最後咧，我想講，神唔單止希望你撐得住，佢更加想你活得好啊！香氣就係佢用嚟溫柔咁樣擁抱你靈魂嘅氣味。願神賜福你嘅靈與魂與身體。今日我就分享到呢一度，多謝你收聽，拜拜。